上個5集已經將奇門遁甲嘅牌盤講完咗啦，咁呢集就開始解盤。喺2025年1月1日嘅晚上8點55分，有位朋友 WhatsApp 我話要離婚喎。呢位朋友37歲，男，喺通知我嗰陣，佢已經離開咗個家1晚，住咗喺酒店度。佢當時好嬲，好傷心，話準備租屋住。喺2日後，佢寄咗3個單位嘅平面圖俾我睇，問我租邊一間好。我話3間都唔好，我叫佢揾一間地點好啲，窗口要望到遠景，同埋間屋個西北位唔要有缺角。跟住好快，佢就揾到一間我要求嘅單位啦。但可惜佢唔係租，係要買。我同佢講，你個奇門遁甲盤有可能離唔成婚喎，不如短租3個月啦。佢話業主唔肯租，只肯賣。咁我話揾個第2間啦，佢又唔肯，堅持要買呢一間，因為鍾意咗我。嗰陣佢離開咗個家已經有12日啦，卒之喺第14日佢就去咗落訂。喺2025年嘅2月4號，佢仲收埋鎖匙添。但係呢個盤話佢離唔成婚，竟然真係離唔成婚。當佢落完訂之後嘅2日，兩公婆竟然好返。喺間屋攞到鎖匙之前，佢同老婆同埋一對仔女已經去咗2次旅行，個仔6歲，個女4歲。今日我 post 呢個視頻嘅時候，佢哋一家人連同外父外母喺杜拜嗰度度緊假。咁而家我就要解釋呢個盤點解離唔成婚。奇門遁甲嘅參數係一共有64個，但係解盤係唔使用晒咁多嘅參數嘅。就好似香港嘅法例有成1100章，如果打官司要去爭做冇遺囑者嘅遺產管理人，咁就只係需要用香港法例第73章冇遺囑者遺產條例去查清楚邊一位係擁有第一優先權做遺產管理人，同埋查清楚第一優先權有冇能力去按照第73章嘅條文去分配遺產。今集呢個盤係一位37歲嘅男士話要離婚喎，咁需要分析本盤嘅參數就係八字嘅日干庚係代表求測者，八字嘅時干丙係代表求測嘅事件。另外要睇天盤庚同埋天盤月同埋六合嘅關係，庚係代表男方，月係代表女方，六合係代表婚姻。同埋要睇埋直使對事件嘅幫助能力。如果天盤月和天盤庚嘅宮位係相生，又和六合嘅宮位相生，咁即係代表求測者當時嘅婚姻和睦，家庭幸福。但係可惜本盤嘅天盤月係喺洛書1號嘅坎宮，俾天盤庚嘅坤宮克制住，即係代表求測人嘅妻子當時係受到丈夫好大嘅壓力，所以妻子係好唔開心。求測人向我問卦嗰陣，佢話前一天同妻子吵大架，之後就喺凌晨2點幾逃離家門去咗酒店瞓。五不遇時就係代表求測者同佢妻子有個激烈嘅爭吵。喺奇門遁甲，當八字時干克日干嘅時候，就叫做五不遇時。五不遇時又叫做七殺攻身，即係陽時干克陽日干，或者係陰時干克陰日干。本盤嘅五不遇時係丙火克庚金，即係求測者當時受到七殺嘅攻擊。好彩求測者離家出走，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因為七殺攻身非同小可，可以令到爭吵者越吵越烈，越吵越無理，越吵越將陳年嘅芝麻綠豆小事都攞埋出嚟鬧。
咁人嘅頭腦就有可能會失去理智㗎。離家出走係明智之舉，而離家出走亦都喺本盤度見到，就係喺洛書1號嘅坎宮見到啦。坎宮裏面有天盤月同埋地盤申，即係月加申。喺奇門遁甲嘅名稱就叫做青龍逃走。青龍逃走一般都認為係女方逃走，因為以前嘅中國男人3妻4妾，而女人就只可以做家務。但係而家中國一夫一妻制，女強人仲 everywhere， 所以本盤嘅青龍逃走係代表求測者，即係代表男方逃走。奇門遁甲嘅申字係代表錯誤，即係當時呢對夫妻大吵嗰陣，都係認為對方有錯。青龍逃走係一個大空格局，由男方嘅宮位克住女方嘅宮位，即係土克水。土克水係代表男方當時好憎好恨佢嘅妻子。咁點解本盤話求測者離唔成婚呢？咁就要睇8神中嘅六合神啦，同埋仲要睇埋雙方嘅出生年干。男方嘅出生年干係丁，丁係喺9號離宮，而女方嘅出生年干係月，月係喺1號坎宮。1號屬水，9號屬火，即係水克火啦。即係代表妻子當時都好憎好恨老公，要化解水克火就需要用到木，而六合就係五行屬木㗎啦。六合喺坎宮裏面係好旺，因為水生木啊嘛。但係六合只係本盤其中一個離唔成婚嘅參數，另一個離唔成婚嘅參數就係丁加庚。奇門遁甲嘅丁加庚叫做星期受阻，表示婚姻有情人難以離婚，因為行人必歸又回來了。而丁加庚係喺9號離宮，離宮就係男方出生嘅年干宮位，因此丁加庚就係代表男方最終會返到妻子身邊。直符、直使同埋天盤庚都係喺坤宮裏面，即係代表求測者問卦嗰陣，件事情係已經發生咗。發生咗乜嘢？發生咗求測者問卦嗰陣，佢已經離開咗妻子，住咗喺酒店度。求測者同老婆住埋一齊已經8年，今次係佢第一次離家出走。個坤宮裏面又空亡又驛馬又入墓。入墓即係代表求測者當時嘅心情極度之差，佢嘅思想當時係被憎恨同埋憤怒困住咗。空亡係代表求測者想做嘅事情會有80% 唔成功，而驛馬係可以踢走空亡同埋入墓，但係驛馬五行屬火，而坤宮五行屬土，火生土。代表驛馬化解空亡嘅力量，會隨住時間會一路走低。而求測嗰日嘅天氣寒冷，咁驛馬嘅力量又再減。求測者喺求測嘅時候，佢嘅思想非常憤怒，準備同妻子打離婚官司，因此要租屋長住。但係本盤話佢憤怒嘅念頭係會隨住時間降溫嘅。直符同庚都係同喺坤宮裏面。易經話乾為天，坤為地。如果直符天英星喺乾宮，咁天英星就代表高大、尊貴、神氣。可惜本盤嘅直符同庚係喺坤宮，坤係代表大地、低下同埋卑微，即係求測者求測嗰陣嘅心情。係好似由天堂跌咗落地，感覺卑微同埋低下。同樣景門都係五行屬火，景門喺離宮就會好叻，喺坤宮又喺1月1號嘅寒冷天氣之下係發唔到熱力嘅，即係話直使景門
為直父辦理離婚嘅任務係盡唔到全力㗎。求測者同老婆嘅大吵同第三者有冇關係？係冇嘅，因為庚嘅宮位冇出現地盤丁，而乙嘅宮位亦都冇出現地盤丙。喺奇門遁甲，丁係代表男方嘅小三，丙係代表女方嘅小三。而八字嘅時干丙係睇求測事件，丙係喺落書之後對宮，對宮五行屬強金，係比乾宮位嘅金仲強，因此對宮克制丙火嘅力度係好大，所以求測者當時離婚嘅心好堅決，因此無啦啦由租屋變咗買屋，以為會長時間住喺嗰度。其實呢，對宮裡面嘅死門，即係話呢件離婚事件最終係會死掉嘅。死即係唔成功啦。仲有就係對宮裡面嘅寅加卯，喺奇門遁甲係叫做小蛇化龍，即係話求測者喺求測嗰陣係好似條小蛇咁，感覺卑微低下。但係當同妻子好返嗰陣，佢嘅神氣又返晒嚟啦。所以當兩夫妻一好返，佢哋就即刻去旅行啦。但係今次佢哋喺杜拜度假，就唔關今次分手嘅事，因為求測者喺半年前就已經同外父外母約好咗一齊去杜拜旅行。本盤只係分析求測者當時想問離婚嘅事，咁同妻子好返之後，如果又再吵架呢？咁關唔關本盤嘅事？係唔關嘅。下次嘅吵架就要重新再起嗰個新盤㗎啦。咁今集嘅解盤就解完啦，十分多謝你哋嘅收看，拜拜。